金秋送爽又逢重陽，10月29日，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舉辦無懼時光，守護銀齡第6屆99敬老愛眼月科普活動。守護黎明，無懼時光。活動當天，楊玉珠主任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為大家講解了常見眼病的防治知識，獲得熱烈反響。活動互動環節驚喜連連，現場氣氛持續升溫。醫院還為到場長者提供專業的眼健康檢查及醫生1對1親診服務，幫助大家及時掌握眼部健康狀況。以普瑞眼科20年專業積澱，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將持續秉承用愛傳遞光明的宗旨，為大灣區居民提供更優質的眼科診療服務，用心守護每一雙眼睛，讓清晰視界長伴銀齡歲月。